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歡迎大家咧嚟到我哋香港新聞博覽館咧參加我哋咧呢個由香港新聞博覽館賽馬會資訊素養公眾教育嘅項目啦。今日咧會同大家咧就係講下啦，係點樣應對咧而家夏季嘅流感啦、新冠感染咧嘅講座嚟㗎。咁啊，當然非常之感謝咧，就係我哋今日咧能夠請到香港大學臨床醫學院內科學系講座教授及傳染病科主任孔繁毅教授，同我哋講下到底我哋而家點樣應對呢？可以講係已經係來勢洶洶嘅夏季嘅新冠感染啦，同埋呢一個流感嘅。多謝孔教授。好，大家好啊，多謝 May 姐嘅邀請啦嚇。咁就嚟緊，我可能用大概半個鐘嘅時間同大家講一講而家新冠嘅情況，跟住亦都會講一講我哋夏季流感嘅感染點樣去應對嚇。教授，事實上咧，我哋睇到過去4個禮拜咧，都係我哋可以講係新冠病毒嗰個活躍程度係進入咗咧呢一個咧係上升啦，創下咗過去1年以嚟嗰個新高㗎。咁睇到呢4個禮拜裏邊，香港累積錄到咧7宗因為確診新冠而死亡嘅個案，當中咧亦都係有長者啦，佢哋即係好多咧都係冇咧接種咗呢個或者我哋講嘅加強劑啦，有啲又未打過疫苗嘅。咁你覺得係點樣？其實嗰個情況就係睇翻上一次嗰個嘅新冠嘅高峰呢，其實已經相對係超過1年嘅時間。咁整體咧喺社區嗰個免疫屏障呢，隨住時間呢係慢慢係下降啦。咁亦都可能好多市民都會選擇因為曾經感染過新冠啊，又打過好多次嘅疫苗啦，咁可能都會選擇係唔再打嗰個加強劑嚇，咁變咗咧，整體嗰個免疫力咧係已經去到一個即係好低嘅情況，咁所以就啱啱就着正而家嘅時候咧，就係一個爆發就係出現咗咯。咁雖然個病毒本身咧其實都係相對係唔係個威力唔係好強嘅嚇，比較弱嘅其實，咁但係咧。喺一啲即係高危嘅群組咯，包括係長者啦，講緊係65歲以上，尤其是講緊可能75、80歲以上嘅長者啦，或者係一啲有長期病患嘅人士，即係講緊係50到60歲嘅有長期病患嘅人士啦，同埋一啲本身係免疫力弱嘅人士嘅病人，包括係可能做過一啲即係幹細胞移植啊，一啲內臟，包括係腎臟啊，或者係心肺啊，或者係呢一個嘅肝臟移植嘅病人啦，一啲譬如係有腫瘤嘅病人，用緊一啲化療或者係免疫治療嘅人士啦，用緊生物製劑嘅人士啦，長期需要用高純度類固醇啦。同埋講緊一啲係本身心肺有長期病患嘅人士，心肺肝腎有長期病患嘅人士，以至到係兒童方面呢，一啲係啱啱出世1至2年嘅幼童，同埋一啲可能大少少嘅兒童，但係未曾經感染過新冠或者未曾接種新冠疫苗嘅兒童呢，都係一啲高危嘅群組。咁呢啲高危群組，如果感染咗呢個新冠嘅病毒嘅話咧，都有機會咧出現一啲嚴重嘅併發症啦，甚至乎有一啲死亡個案。其實有冇預料過過去1個月咧，即係嗰個情況會一路咁樣升，同埋係咁嚴重？其實我哋估算咧，大概可能去到仲有幾個星期咧，就會到達個高峰咯。咁可能維持6至8個星期左右。咁到嗰陣時咧，其實就嗰個免疫屏障係開始強翻啦。咁嗰個病毒就嗰個情況咧就會慢慢下降翻嘅。咁未嚟呢段時間嗱，假如咧係6個月前，可能係一啲譬如65歲以上長者啊，有長期病患嘅人士啊，或者係即係免疫系統有問題嘅朋友咧，咁佢可能係6個月前已經打過呢個新冠疫苗啦。咁到而家已經啱過咗6個月喎。咁佢應該點呢？因為而家現行嗰種新冠疫苗呢，譬如你話小朋友嗰啲呢，就已經7月已經過咗期啦。咁
咁而家譬如話對12歲以上嘅至到長者嚟講嗰啲疫苗咧，就仍然可以打到9月。咁佢係咪即係都唔好等新嗰啲啊？如果而家已經係呢一類嘅朋友咧，就適宜過6個月都係要去打翻針先啊？如果係呢半年係未曾經接種過加強劑啦，亦都係呢半年冇曾經感染過新冠嘅話咧，咁我哋都建議咧係啲頭先我講嘅高危群組咧係打翻一針嘅加強劑喺9月之前，因為9月咧其實呢一個疫苗亦都係會到期㗎啦，咁係要等到大概係可能11月嘅時候咧，第4季嘅時候咧，先正會有一個新嘅新冠疫苗嘅加強劑係可以俾市民去接種。咁即係話，如果而家呢段時間已經係過咗6個月啦，由而家開始至到9月，嗰啲疫苗仍然係有效嘅，對12歲以上嘅人士嚟講咧，都係適宜去打嘅。就唔好話諗住我等到11月先啦，因為中間就會變咗有幾個月真空期。係適宜去打，同埋係對現時流行緊嗰個病毒株亦都係有效。但我聽到好多朋友話：打咗好多針啦，而家都應該係就算染到都係唔係咁緊要啫，算啦咁。咁你點睇？嗱，我相信如果係健康嘅人士，亦都唔係高危群組嘅話咧，就唔需要係接種嗰個嘅加強劑嘅，因為本身個病毒本身真係比較弱啦，亦都係大家亦都可能接種過好多次疫苗，個免疫力亦都係足夠嘅。咁個病情相對係好輕嘅，即係可能都係幾日嘅感冒啊，即係一啲感冒嘅症狀啊、發燒啊。咁但係喺高危群組咧，我就建議係打翻一針加強劑，因為高危群組咧其實有相當大嘅風險咧，係會有一啲併發症，同埋就算佢係相對地輕咧，可能嗰個病毒嘅喺體內嘅維持嘅時間會相對長，同埋可能會多一啲嘅所謂手尾，即係可能你會咳嗽一段好長嘅時間啊，或者可能都係有全身可能好攰啊、冇力啊，咁嗰啲都會比較長嘅時間先至可以康復得到。咁所以我都建議係，如果係高危群組咧，盡快咧係接種翻嗰個嘅加強劑。另一個群組好特別咧，就係可能需要接種咧，就係如果係第一本身係高危群組啦，第二咧就係屋企可能會有一啲係幼童未曾經接種過新冠疫苗，咁你去保護佢咧，可能一啲嘅屋企嘅長者或者係高危人士咧，都值得接種翻嗰個疫苗咧，係去保護翻屋企嘅幼童。即係話長者唔好感染，如果長者感染屋企咧，有啲小朋友係好細個都未打過針嘅，就會惹到佢。冇錯啦，因為兒童嗰個針咧係要到11月先至會有新針到。咁我知道教授亦都預備咗一啲資料咧，想同我哋大家分享，就係點樣喺呢一個夏季啊！而家唔係淨係話新冠咧，睇到個新冠嗰個疫情係上升喎，流感嘅疫情咧都係一路都未斷過，都係緊張嘅。咁樣應對呢個夏季嘅流感啊、新冠嘅感染，我哋應該做啲乜咧？時間交俾你。好，唔該，多謝美姐。好，咁嚟緊呢半個鐘咧，我會同大家講一講點樣應對新冠啦，同埋流感嘅夏季流感嘅感染嘅。咁先講講新冠啦。咁新冠嚟講咧，其實暫時間流行嗰個嘅病毒株咧，都係我哋叫 Omicron 嘅病毒株啦。咁呢個病毒株咧，就係由2023年嘅時候一路到即係2022年一路流行到尾嘅時候，流行到而家㗎啦。咁嗰個而家流行嘅病毒株咧，就係而家見到嘅 MB.1.8.1，同埋咧。佢嘅新係由 MB.1.8.1走出嚟嘅 PQ.17.11嚇，咁呢個病毒株咧就係現時喺香港同埋喺亞洲啊，以至到係歐美嘅地方咧最流行嘅病毒株。咁佢其實喺 BA.2 嗰度咧係同埋 XDV1 咧嗰度分拆出嚟嘅，咁演變出嚟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當然係 JN.1，咁 JN.1 咧就係之前流行緊嘅病毒株，佢就 BA.2.86 嗰度去走出嚟嘅嚇。咁亦都要留意翻另外幾個咧，就係LP.8.1 咧，呢個就係現時而家嘅疫苗。咁其實雖然見到好似好遠咁樣啦，但係其實同 MB.1.8.1 同埋 PQ.17.11 咧嗰個嘅基因咧係相近嘅嚇。咁另外一個咧就係 XFG 嘅呢一個嘅病毒株咧，其實 JN.1 度係
演變出嚟嘅。咁 XFG 咧亦都係嚟緊新嗰個疫苗咧嗰個嘅抗原嚟嘅。咁基本上咧都係足夠咧係應付現時流行緊嘅 MB.1.8.1 同埋 PQ.17.11嘅。咁呢個咧就係美國嗰個嘅所謂係CDC。咁因為其實開始咧佢哋6月份開始咧都唔再咧係有呢一個嘅圖表出現㗎啦嚇，因為咧佢整體嗰個感染嘅風險咧就係喺美國咧都係越嚟越低嘅嚇。咁但係睇翻香港嘅情況咧，其實我哋頭先都講過咧，已經超過12個月嘅時間咧係冇一個嘅新冠嘅高峰嘅。咁上一次發生咧就係講緊舊年嘅5月份有一個嘅 peak 有一個高峰啦。咁現時咧就係我哋處於7月，就係而家呢一個嘅高峰啦。咁就見到咧喺呢一個我哋社區實驗室裏面做嘅一個公共社區實驗室裏面做嘅檢測裏面咧，嗰個陽性嘅比率啊，喺我哋嗰啲嘅唔同嘅上呼吸道嘅樣本入面咧，係嗰個佔嘅比率係越嚟越高啦，已經接近係講緊係10%，係9.79% 㗎啦。咁但係唔需要太過擔心嘅，因為咧你見到每一次嗰個嘅高峰咧，都係比上一次咧係為低嘅。咁我哋相信咧可能喺短期1-2個星期咧就會去到達咧呢一波嘅所謂高峰，跟住有機會咧就係維持翻大概6至8個星期，咁就慢慢咧隨住個社區嘅免疫屏障慢慢係增加咧，係嗰個情況咧就會係慢慢改善。咁亦都見到咧係嗰個7日嗰個嘅病毒嗰個病毒量啊，喺污水檢測入面咧係亦都係已經係近呢1年咧係創咗嗰個嘅新高啦嚇。咁另外咧亦都見到咧真係多咗嘅喺學校同埋一啲喺長者嘅中心啦、安老院咧係有一個嘅爆發嘅出現嘅。咁另外咧，亦都係見到重症同埋入院死亡嘅個案咧，你見到咧慢慢亦都係出現翻㗎啦。雖然佔嘅比率咧係相對地係低嘅，即係講緊係死亡嘅個案啦，同埋重症嘅個案嚇。咁我哋見到咧，其實重症或者死亡嘅個案咧喺成年人方面咧係有45宗啦嚇，包括咗7宗嘅死亡嘅嚇。咁另外咧，亦都見到咧嗰個喺家庭醫學嘅門診啦，嗰個嘅因為新冠去求診啦嘅人數咧，同埋私家嘅門診咧，都係有上升嘅趨勢。咁至於睇翻嗰個佔嗰個嘅喺嗰個污水檢測入面佔嘅病毒株嘅比率，94.3% 咧就係 MB.1.8.1 嘅。嚇，咁當中咧佔咗大部分咧，其實咧都係一個我哋叫做頭先講緊 PQ.16.11 嗰個嘅病毒株，其實都係 MB.1.8.1 咧係演化出嚟嘅。咁另外佔咗少數咧就係 JN.1 啦，同埋 XFG 呢一個嘅病毒株嘅。咁好重要啦，頭先我都講過，點樣去預防翻呢一個嘅新冠嘅爆發咧？好重要咧，就係喺成年人咧，盡快咧係去接種呢一個嘅新冠嘅加強劑。講緊係高危嘅群組，因為呢個疫苗咧到9月份咧就會係失效㗎啦。咁嗰個高危嘅群組咧就包括咗係安老院舍嘅長者啦，65歲以上喺社區嘅長者啦，或者安老院舍嘅長者啦，50到64歲有長期病患嘅人士啦，呢一個嘅孕婦啦，同埋咧醫護人員嘅。咁暫時嚟講咧，6個月大以上嘅免疫力弱嘅人士咧，都係其中一個高危群組。但係喺兒童方面咧，因為嗰個疫苗咧已經係過期啦，咁所以咧就要到新一嘅疫苗，大概係喺呢一個嘅第4季嘅時候咧，先正會有疫苗咧係可以俾佢哋係去接種嘅。咁呢個嘅睇翻啦嚇，都係講緊一啲重症嘅個案咧。我哋見到咧，其實感染咗之後咧，嗰個病毒咧係喺
第一個星期係會最活躍嘅。咁第二個星期開始咧就會發現出現一啲炎症嘅出現。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咧就係喺嗰個病毒感染你有病徵之後嘅大概24到48小時內咧，如果係一啲高危人士，如果確診嘅話咧，其實就盡快咧係你可以用快測啦，去譬如6合1嗰啲快測啦，去做一個檢測啦。有陣時可能需要連續做2、3日先正會有一個見到嗰個陽性出現嘅，可能開頭嘅病毒量比較少。但係另外咧就係如果真係有高危人士確診咗之後嘅話咧，就需要去呢一個嘅醫管局嘅社區門診啦，又或者係去私家醫院或者私家門診咧，係去求醫。亦都可以可以會有一啲嘅針對新冠嘅抗病毒嘅藥物咧，係可以俾高危人士去服用，令到嗰個病毒咧係短時間可以減低，從而咧減低佢出現炎症同埋併發症嘅機會。咁呢個就講緊係一個我哋香港大學嘅研究咧，之前嘅研究咧就顯示咗口服嘅藥物，包括係呢個 Paxlovid 啦同埋 Molnupiravir 呢兩隻嘅藥物咧，都喺門診嘅一啲高危人士服用咗之後咧，都會減低佢哋之後需要去 ICU 啊，或者係一啲併發症需要氧氣或者係重症甚至乎死亡嘅機會嘅。咁當中嚟講咧，根據我哋最近嘅研究亦都顯示咧，嗰個 Paxlovid 嗰個效用咧係比其他譬如講緊係呢個雷德西韋啊、Remdesivir 啊係為好嘅。咁呢個原因咧就係其實 Paxlovid 本身咧佢嗰個藥效咧係非常之好啦，同埋本身咧佢係針對翻呢個新冠嘅病毒去醫治。當然啦，Paxlovid 咧本身亦都有一啲藥物嘅相衝嘅，所以咧要接受呢一個藥物嘅治療咧，一定要係等醫生去處方，亦都要醫生嘅指引咧先正可以係服用嘅。因為可能某一啲藥物，包括可能一啲降膽固醇嘅藥物咧，都需要係暫時停服去然後跟住完咗呢個療程之後咧，先正係去服用翻嗰個嘅譬如膽固醇嘅藥物。咁而家咧就講一講係流感嘅夏季流感嘅情況啦。咁夏季流感咧，其實大家都見到啦。現時嘅流感嚟講咧，其實咧係剩翻係3價嘅啫。流行緊嘅個病毒咧，其實就係2隻嘅甲型，包括係 H1 啦，同埋係 H3N2 嘅甲型流感啦，以至到同埋係乙型咧就係維多利亞型嘅。咁個山型 Yamagata 咧，其實係大概講緊係喺 Covid 爆發之後咧，講緊係2019年打後咧，就已經係唔再見到㗎啦。咁幾嚴重咧？其實每年嘅流感季節嘅時候咧，嗰個嘅全世界咧，呢個講緊冬季流感嘅季節嘅時候咧，嗰個死亡咧都係超過咗係50萬嘅，大概講緊係0.1% 嘅嚇。咁禽流感H5、H7咧，嗰個死亡率係好高嘅，但係嗰個死亡嘅人數啊同埋感染嘅人數咧，其實都係好低嘅啫。咁現時香港嘅情況係點咧？大家就見到咧，其實近呢幾年咧，其實嗰個情況咧就有少少異常嘅嚇。咁因為咧喺新冠疫情之前咧，其實咧就係一個好比較係規律性嘅爆發嘅。通常咧講緊係12月到3月咧就會出現一個嘅冬季嘅流感嘅高峰期啦。咁然後跟住咧講緊係去到夏季咧，就大概講緊係7、8、9月咧，就有一個細啲嘅夏季嘅流感嘅高峰期。咁呢個其實就正係點解夏季都有咧？其實就係因為喺南半球咧，其實係冬季嘅季節嚟嘅。咁所以南半球咧就自然會有流感嘅爆發。咁所以咧呢一啲嘅病毒咧就會係隨住好多唔同嘅人士嘅來往啊、旅行啊，就會將個病毒咧帶翻去北半球。所以一般嚟講咧，夏季都會出現一個細嘅爆發。但喺新冠疫情打後咧，你見到咧
嗰個情況有少少唔同咗啦。譬如咧，講緊係2023年嗰個嘅感染控制鬆落嚟嘅時候咧，新冠當然冇病毒啦，一鬆落嚟嘅時候咧，就會有一個爆發嘅出現。咁咧就2023年咧，我哋見到有一個先嚟一個甲型 H1 嘅爆發啦。咁呢個時候咧就其實褪咗嘅時間，講緊係去到2月尾到5月嘅嚇。咁跟住咧接住嚟咧就係出現一個 X3 嘅爆發。咁個時間又好得意喎，去到7月一路去到10月嘅嚇，咁先正停落嚟嚇。咁跟住咧再嚟一個細波嘅，講緊係 X3。咁然後去到2024年咧又係褪咗喎嚇，嗰個甲型咧就去到3月先正出現。跟住咧就係去到一路延長，一路去到8月先停落嚟。咁跟住咧就去到真係去翻冬季啦，12月到3月咧就有另一波嘅爆發嚇。咁呢一個情況咧，相信咧就係因為整體個社區個免疫屏障好低咧，所以有一啲好唔尋常嘅所謂嘅時間出現呢一啲嘅流感嘅高峰期嚇。咁跟住咧去到2025年咧就又係褪咗嘅，去到講緊8月先正有一個 X3 嘅流感嘅爆發。咁呢個啱啱正咧就係出現一個抗原漂移嘅情況，一個 X3 嘅新嘅病毒株叫做係10KK 嘅。咁10KK咧就有10幾個嘅基因嘅變異啦，令到嗰個病毒咧係更加容易傳染同埋免疫逃逸。咁所以咧就出現咗一個 X3 嘅爆發。呢個咧就正係喺講緊係8月份，舊年嘅8月份出現。咁一路咧就係延伸到咧去到1月嘅時候咧，先正係停落嚟嘅嚇。你見到即係講緊係夏季冬季都分唔清啦，都似乎黐住一齊嚇。咁跟住咧就係一路其實就因為個免疫屏障高咗啦，咁所以咧就係去到2月份打後咧就好靜啦嚇。咁但係咧呢個情況咧，而家去到5月份打後咧又出現咗一個嘅所謂嘅上升嘅趨勢啦。咁而家見到去到7月咧都仲有一啲都幾多嘅X3 嘅流感嘅嚇。咁亦都見到綠色咧，其實都有一啲 H1 嘅流感啦，有啲乙型嘅流感出現，但係佔大部分咧，我見到都係 X3 嘅病毒株咧係為多嘅，為主嘅。咁個情況點樣咧？咁睇翻咧，其實一啲嘅社區嘅爆發啊，即係講緊係院舍咧，都係5、6、7月都有一啲嘅譬如學校或者係講緊係院舍嘅爆發啦。咁亦都見到咧嗰個嘅入院嘅情況咧，亦都係多咗啦。近呢幾個星期講緊嚇，咁佔大部分咧，其實都係幼童，即係見到紅色呢度咧就0至5歲啦，同埋咧講緊係長者，即係講緊呢個藍色咧長者為主嘅嚇。咁另外咧要留意翻咧就係雖然幼童入院嘅情況係多嘅，但係咧長者咧其實嗰個併發症啊同埋嗰個死亡嘅風險咧係相對地係高好多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其實都見翻咧同新冠比較咧，其實嗰個病毒咧係好短時間48小時之內咧就係達到高峰啦。咁基本上第3、第4、第5日咧就會出現呢個炎症嘅情況出現。咁去到第5、第6日咧，其實嗰個炎症已經係好翻嘅。咁基本上咧都係嗰個病嘅症亦都會隨住時間咧係會慢慢係好轉。所以佢嗰個病嘅時間咧係會相對地比起新冠咧係會短一啲嘅嚇。咁流感最嚴重嘅情況咧就係引致一啲嘅唔同嘅肺炎啦，同埋講緊係一啲即係比較全新嘅一啲嘅炎症可以出現啦嚇。咁最嚴重嘅情況通常咧就講緊係個病毒出現一個抗原漂移嘅情況啦。咁嚴重啲當然係一個譬如係一個嚴重嘅基因嘅改變，咁呢啲就會係講緊譬如好似最近嘅豬流感嘅爆發09年，咁一個嚴重基因嘅改變。咁但係一般嚟講咧，每年可能會出現咧就係一啲抗原漂移細嘅改變，但係咧都會有一啲嘅疫苗嘅免疫逃逸，令到咧係嗰年嗰個疫情咧係會比之前咧係嚴重。
咁病徵方面咧，大部分都係講緊係發燒啊、流鼻水啊、頭痛啊、喉嚨痛啊，可能有一啲嘅腸胃炎嘅情況出現。咁呢個咧開頭嘅時候咧，其實分唔清嘅，同新冠啊、同其他上呼吸道病毒嗰個病徵都好相類似。但係咧，佢有一個其他嘅併發症會出現嘅，包括係可能係細菌嘅感染導致肺炎啦，可能係心肌炎啊、腦炎啊呢啲情況咧，其實有機會喺一啲譬如講緊係長者啦、免疫力弱嘅人士啦，或者係幼童咧，係會有機會出現呢啲嘅唔同嘅併發症嚇。咁呢個就正正係講緊係嗰陣時豬流感嘅時候咧，一個重症嘅個案，一個非常之嚴重嘅肺炎。而個病人咧係因為感染一個相對後生嘅病人咧，因為感染咗呢一個嘅當其時係豬流感嘅病毒咧，而導致到咧係失救嘅嚇。咁你見到佢嗰個所謂係解剖出嚟咧，見到佢係其實係有心肌炎啦，有呢一個嘅肺炎啦，同埋好多嘅血管咧都有生塞嘅情況出現。咁我哋正正咧就係希望咧可以被透過流感疫苗嘅接種咧，係去保護翻一啲高危嘅人士，包括係講緊係50歲以上嘅人士啦，尤其是有長期病患啦，18到49歲有長期病患嘅人士啦，一啲講緊係幼童啦，或者係學童，因為其實我哋發覺咧，原來幫學童去接種疫苗，尤其是講緊係幼稚園同埋小學嘅學童去接種咧，佢翻到屋企咧，其實係會減低感染嘅風險，喺學校嘅感染嘅風險，從而咧係保護到屋企嘅長者嘅嚇。咁呢個叫做係群體免疫啦。咁所以咧，幼童同埋小學，尤其是小學、幼稚園嘅學童，以至到中學啦嘅學童咧，佢打咗流感疫苗咧，其實間接咧係保護到屋企嘅長者嘅嚇。咁另外就包括咗係一啲即係6個月至未滿2歲嘅幼童啦，同埋孕婦咧都係高危群組，當然亦都包括係醫護人員。咁有唔同嘅流感疫苗嘅接種方法啦，包括係而家係好流行嘅係噴鼻式嘅疫苗啦。咁噴鼻式疫苗就可以適合係2歲到49歲嘅人士啦。咁見到其實嗰個噴鼻式嘅疫苗咧，喺一啲嘅幼童，即係講兒童方面咧，係6個月到7歲嘅兒童咧，嗰個效用係特別高嘅嚇。咁嗰個因為咧喺呢啲兒童嘅上呼吸道嗰個嘅黏膜咧，佢產生嘅抗體咧係比起成年人同埋比起長者咧係更加高嘅。咁反而見到咧長者講緊50歲以上或嘅人士咧，嗰個嘅產生嘅抗體咧就反而唔係好足夠，所以都建議50歲以上咧都係用翻傳統嘅針劑咧係會比較理想嘅。但係喺兒童咧，噴鼻式嘅疫苗咧係個效果非常之好，比起針劑更加高，同埋咧另外亦都見到咧佢嗰個嘅效用咧係比起針劑咧喺兒童方面咧係會比較持久嘅。咁另外一個咧喺而家好多時候喺講緊係長者係成日用嘅咧，就係一個重組嘅流感疫苗。咁重組嘅流感疫苗當然嗰個效用，因為佢係一個重組疫苗啦。另外咧，佢嘅本身嗰個嗰個嘅抗原咧，亦都係高啲嘅，比起平時嘅用嘅疫苗。咁所以咧，佢出嚟嗰個效果喺長者或者長期病患嘅人士方面咧，我哋見到嗰個嘅呢一個嘅疫苗嗰個效用咧，係會比傳統嘅一個所謂係滅活嘅疫苗咧，係會效用係更加好喺長者嘅高危人士方面。咁講完疫苗咧，又要講一講抗病毒藥物。咁而家咧講緊咧係我哋常用嘅咧有2款啦，包括係大家都好熟悉嘅特敏福啦，或者係 Oseltamivir 啦、Tamiflu 啦，另外一個咧就係新嘅 Baloxavir。咁兩個嘅疫苗咧，其實兩個嘅抗病毒藥物咧都非常之有效嘅。包括講緊係甲型啊、乙型啊、甚或乎其實禽流感都有效嘅。咁但係呢2個嘅抗病毒藥物咧係需要喺病發之後咧48小時之內服用咧，係嗰個效果係最好。咁Baloxavir 咧就係會1劑過嘅。咁Tamiflu、Oseltamivir 咧就需要係服食5日，
然後先正完成嗰個嘅療程。但係兩隻藥物咧都係48小時病發之內去服用咧，嗰個效果係會係最好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建議咧，如果係長者或者高危人士咧，佢有一啲上呼吸道嘅病徵嘅時候咧，都應該咧係盡快係去確診，去服用咧令到去然後經醫生處方咧係服用呢啲抗病毒嘅藥物，咁就減低嗰個病毒量啦，同埋嗰個嘅併發症嘅風險。好，咁一個總結啦。咁總結頭先我都講過咧，嗰個early diagnosis 嗰個確診嘅時間咧係非常之重要。咁所以而家咧大家都有好多快測喺市面係可以用，譬如啲6合1啊嗰啲嘅快測咧，其實都非常之有用嘅。咁大家都可以喺屋企咧係如果有上呼吸道嘅病徵咧，係可以做一個快速嘅測試。咁有陣時可能要連續做2至3日先至會見到嗰個嘅即係陽性出現嘅，因為可能開頭嘅時候咧嗰個病毒量相對地低。咁但係咧做咗之後咧，其實咧就可以盡快確診究竟咧係流感啦定係新冠嘅感染。咁如果真係確診咗嘅話咧，就應該盡快咧係去求醫啦，然後經醫生嘅處方咧係攞到呢一啲嘅抗病毒藥物。但係留意翻咧，呢啲抗病毒藥物咧都係暫時咧一啲係高危嘅人士咧先正係會係需要嘅嚇。咁尤其是講緊係長者啦，同埋一啲長期病患嘅人士啦。咁呢一個抗病毒嘅藥物咧係非常之有效，亦都係如果係48小時之內，尤其是講緊流感之內處方啦，或者係新冠裏面咧就可能5日之內去病徵5日之內去處方咧，嗰個效用係會最好，亦都減低佢嗰個併發症嘅風險嘅。好，咁我今日咧就係講到呢一度。係多謝咁多位，咁多謝晒孔教授㗎嚇。咁啊，首先咧就係非常之多謝孔教授同我哋分析咗嗱。你剛才提到咧，就係話如果係覺得有唔舒服啦，咁啊最好咧就及早診斷咧，就係即係比較容易係去睇醫生啊，又俾藥物佢啦。咁但係喺咩情況之下我有啲唔舒服，就聲咳，成日都會流下鼻水，咁係點樣知自己話我都係要去睇醫生啊咁？我諗幾樣嘢啦。當然如果你本身唔係屬於高危嘅群組，咁可能本身咧你真係喺屋企休息一下，可能講緊係食一啲即係退燒嘅藥物，咁然後跟住係多啲休息，係可能講緊係食多啲水果啊，或者係多啲嘅飲多啲水啊。咁透過呢啲嘅方法咧，其實都可能已經係可以控制到，或者係好快就好返。但係相對咧一啲高危嘅群組，即係講緊係65歲以上嘅人士啦，或者有長期病患嘅人士啦，同埋可能係幼童尤其是兒童咧，可能就需要咧係做一個快測。當你有呢啲病徵嘅時候咧，應該都可以做一個快測去睇下自己有冇呢一啲嘅病毒感染咗呢啲病毒。咁尤其是講緊係流感同埋新冠咧，呢兩隻嘅病毒咧係可以經醫生處方咧係有特效藥物去俾一啲高危嘅人士去服用。咁就會因為短時間去處方嘅話咧，其實就可以係大大減低個病毒量啦。從而咧，亦都減低佢嗰個併發症出現嘅機會。咁即係話咧，譬如你年過65歲啊，或者係有呢一個係免疫力嘅系統有問題啊，或者係有即係身體好弱啊嘅人士咧，咁就即係如果係喉嚨痛啊、咳啊，或者有少傷風啊，咁如果有發燒，真係要一就去睇醫生。亦都可能自己預備一啲快測嘅自己測試嚇，主要都係即係自己去睇醫生先啦。如果你又由醫生幫你睇你係點，然後就可以即係去處方藥物俾你。咁其實去即係譬如嗱有啲朋友啦咁啊，去私家醫生度睇嗰啲處方藥物係咪要好貴㗎？定係點啊？定係其實衛生署都得㗎嘛？其實可以係啦。其實講緊醫管局啊嘅普通科門診咧，都會係。可以攞到呢啲嘅即係如果真係高危人士咧，就可以攞到呢啲嘅藥物嘅。咁如果非高危人士咧，其實都
如果真係好唔舒服咧，都可以去求診啦。咁從而咧就係攞到一啲即係雖然唔係抗病毒藥物，但係亦都可以譬如令你退燒啊、消炎嘅藥物咧，等你快啲係好翻。咁另外一樣嘢當然咧就係如果係非公嘅人士，佢都想知道自己嘅係咪有感染，尤其是屋企有幼童啦。有長者同你一齊住啦，你希望唔好將個病毒傳染俾佢呢，都值得係去做一個快測，睇下自己係咪有呢啲嘅病毒感染。如果有嘅話呢，其實就除咗可以求醫去處方一啲嘅藥物之外啦，另外呢當然亦都係可以知道自己有嘅時候，可能就喺屋企都戴口罩啊，或者係可能真係譬如係少少即係隔離嘅方式，譬如喺盡量少啲係接觸啊，或者可能唔一齊食飯啊，一兩日嘅時間，咁都可以其實都幫得到，等嗰個病毒咧喺屋企咧係減低個傳染嘅風險。我正就想問你嗱，以前咧當咧呢個2020啊開始咧就係呢個新冠非常嚴重嘅時候咧，就一發現你有咩事就要隔離，甚至乎係要去竹篙灣嗰度隔離啦。咁而家咧就冇咗呢個話，同你去竹篙灣啊！我哋現場朋友都即係諗翻起嗰陣時咧，都係即係猶有餘悸啦。咁就唔知係而家就笑啦，佢哋現場朋友都喺度笑，諗翻當時當時就真係唔笑得出嘅。咁樣如果係咁嘅情況，咁而家好似大家都話唔使隔離啦，係咪要掉以輕心？其實都唔可以一齊食飯㗎，係嘛？都係即係應該自己自我隔離一下。係啦，呢個其實自己屋企嘅視乎屋企嘅情況啦，個人嘅處理嘅方法都唔同。咁但係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可行嘅方法。咁當然啦，就係如果係新冠嘅話，盡量就係啲長者或公人士接種咗疫苗啦。咁另外就係如果真係屋企有你感染咗，屋企又有長者又有兒童又有幼童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就好值得係去做一啲即係所謂屋企嘅。可能自己隔離啦嘅措施，自己匿埋喺房啊，唔好走去抱住個小朋友啊，放翻嚟仲要攬住個小朋友唔得啦。冇錯啦，咁可能都係有幾日嘅時間需要係去戴口罩屋企啊，或者係可能分房瞓啊，或者係唔一齊食飯啊。咁呢啲措施其實都好有效，同埋注意手部嘅衞生啊、洗手啊。咁呢啲好個人嘅衞生嘅方法咧，其實都可以避免喺屋企傳染嘅風險嚇。咁亦都可能。盡量都喺屋企休息啦，咁樣都係一個好嘅方法。因為而家咧，頭先聽你咁樣講啦，喺醫院裏邊咧，譬如話啲小朋友咧感染咗啦，兒童病房啊，或者係一啲長者嘅內科病房，其實都多咗人入醫院啊。多咗嘅，我哋見到近期嚟講多咗係流感同埋新冠入院嘅個案。兒童嘅喺兒童嘅醫院啊，兒童病房都係多咗啦。咁長者方面亦都係多咗嘅，咁新冠同埋流感都多嘅。咁流感嚟講主要係 H3啦，咁新冠咧近呢幾個星期亦都係上升得好快。流感疫苗就都係維持1年打一次。冇錯，流感疫苗暫時嚟講咧已經係過期啦，咁所以就要等到新一季，講緊係可能9月份嘅時候咧，都會有新嘅疫苗係可以，即係新一季嘅疫苗係可以接種嘅。咁所以暫時可能係預防嘅方法咧，就會係戴口罩啦，同埋真係如果高危人士咧就可以去睇醫生啦，同埋係處方咧係抗病毒嘅藥物嘅。即係話咧，而家嘅流感疫苗咧已經係即係過期啦，要等新一個疫苗咧出嚟啦，咁即係可能9月之後啦。咁即係如果你舊年冇打到疫苗，1年之內你都冇打過疫苗咧，其實而家要小心啲。特別咧，暑假開始咗，好多人都去玩嘅喎，帶埋小朋友一家大細啊，都係去過暑假或者出外旅行啦。咁真係要注意啲乜嘢？我諗幾樣嘢啦，因為基本上成個北半球都係爆發緊新冠同埋流感啦。咁南半球其實都爆緊流感嘅嚇，因為冬季嚟嘅嚇。咁所以如果真係去外遊嘅話咧，要注意幾樣嘢啦。我諗第一就係即係如果係新冠高危人士，就應該接種咗新冠疫苗加強劑先啦。咁第二就係如果真係要即係去旅行嘅時候咧，就可能都第一盡量避免去一啲人多嘅地方啦。咁如果真係尤其是講緊室內嘅地方，如果真係室內嘅地方人多咧，
咁可能都佩戴翻個口罩保護自己啦。咁室外雙方面咧，其實就個風險就相對地低。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可能都值得係去可能帶一啲嘅快測，去到真係如果唔舒服嘅話咧，可以做一個測試啦。咁亦都係如果真係高危人士真係不幸感染咗嘅話咧，而又嗰個真係嗰個情況係譬如真係開始有一啲嘅併發症出現咧，咁喺當地咧都可能值得去求醫，去盡快處方一啲嘅抗病毒嘅藥物，咁都係一個好重要嘅，避免出現一啲併發症嘅情況。因為我哋如果睇翻衛生防護中心啲數據就話咧，而家新冠病毒進入咗新一輪嘅活躍週期，鄰近地方嘅新冠活躍程度咧，近呢個幾個月咧都係上升緊㗎。咁啊，包括咩地方咧？內地啦、澳門啦、日本啦、韓國啦、新加坡咧，呢啲地方都係我哋暑假好多朋友中意去嘅地方。咁真係唔可以掉以輕心。冇錯，所以最好就係高危人士就盡快接種咗嗰個嘅新冠疫苗。咁呢個咧就因為你係可能講緊第4、第5、第6次去接種啦，同埋你已經感染過嘅話咧，其實佢一個星期到咧已經會產生到足夠嘅抗體㗎啦。咁所以你哋盡快去接種嘅話咧，其實就去旅行嘅時候咧就唔需要安心啲，就安心好多嚇。即係話咧，如果諗住8月去旅行咧，而家聽完你講咧，坐言起行啦，馬上咧就如果你係半年之內啲高危人士未打過針嘅，或者從嚟即係啲小朋友都未打過針嘅，咁其實都需要去接種疫苗。小朋友就冇辦法啦，冇得打啦，因為過期啦。係啦，所以12歲以上係啦，所以就高危人士去接種咗咧，其實就減低感染風險，亦都可以間接保護到小朋友。咁但係如果啲小朋友而家冇得打啦，又未打過啦，咁就係必須要出去嘅時候小心啲啦。冇錯，要戴口罩啦，勤洗手手啦。室內係戴口罩啦，勤洗手，盡量避免去人多嘅地方。咁即係家長都要留意啲。如果真係不幸感染咗咧，譬如做快測咧，發覺有嘅話咧，感染咗咧，咁真係有需要咧，就可以係去求醫嘅。譬如幾日都唔退燒啊，咁樣你就值得去喺個當地咧係去求醫。咁仲有咧，就係而家睇到嗰個呼吸道合胞病毒係咪都係多咗咧？我哋都見到有零星嘅合胞病毒嘅個案嘅。咁因為合胞病毒喺香港嚟講咧就好得意嘅，佢一般嚟講咧係喺流感季節之後咧，講緊3、4月之後咧就會係開始出現啦。咁佢嗰個週期咧維持好耐嘅，一路去到9月、10月都有嘅。咁一般嚟講咧就係講緊去到6、7、8月咧就會係一個相對地嘅高峰嚇。咁合胞病毒咧都要注意嘅，尤其是講緊係長者啦，有長期心肺肝腎嘅人士咧，佢哋出現或者糖尿病嘅人士咧，佢哋嗰個併發症嘅機會相對地係大嘅嚇，尤其是講緊心臟咧，好多會出現即係真係心臟衰竭啊，呢個風險大啦，或者係一啲有長期肺病嘅人士，譬如萬阻塞嘅人士咧。佢哋嗰個誘發到嗰個病嘅機會係會感染咗合胞病毒之後咧係會多咗。咁所以咧，如果係高危嘅人士，講緊係長者咧，尤其是75歲以上嘅長者咧，都值得考慮啦，係接種嗰個合胞病毒嘅疫苗嘅，一針過嘅。咁嗰個咧就係暫時，因為政府係未包嘅，咁政府唔資助，所以暫時咧就要靠市民自己自費。咁但係自費嚟講咧，其實都譬如用醫療券咧，都可以有幫助。即係用醫療券可以打，可以接種呢個疫苗，都值得去接種嘅。咁但係你知道政府會唔會研究咧？就係即係長遠嚟講咧，為呢啲75歲以上嘅高齡人士咧，都係諗下係咪即係幫佢哋或者資助佢哋打呢一個合胞病毒嘅疫苗。因為呢個都好值得嘅，因為而家啲數據顯示咧，其實合胞病毒嘅疫苗嗰個有效期咧，一針過，但係而家都顯示咧係去到3年打後咧，都即係暫時見到3年嘅 data 啦，都係見到係有效嘅。咁真係大大減低嗰個併發症，尤其是心臟衰竭啊，一啲肺部嘅疾病嘅誘發啊。同埋甚或乎係講緊係肺炎啊，
需要入深切治療部、需要用呼吸機嘅個案呢，係大大減低，同埋死亡嘅個案都會減低。咁所以咧，呢個係值得係喺一啲高危講緊，尤其是75歲以上嘅長者，有長期病患嘅人士，係值得去接種呢個嘅合胞病毒嘅疫苗。近期又聽到有啲朋友講咧話個肚唔舒服啊，有腸道嘅感染啊，咁我呢幾日都我周圍有啲朋友都話俾我聽，我話你係咪食錯嘢？佢話好似唔係啊。咁你有冇即係發現係啲咩情況？係咪同即係感冒啊、流感啊都可能有關係？係有機會流感啊，因為流感本身都可以引致到腸胃炎嘅嚇。咁當然亦都係嗰啲譬如講緊rotavirus 啊，或者係腸病毒啊 enterovirus 啊，嗰啲其實都會引致嘅。咁但係留意翻就流感病毒本身，除咗即係上呼吸道或者係肺部下呼吸道之外咧，其實腸嘅感染咧都有機會出現嘅嚇。咁所以唔好因為腸嘅病毒感染即係腸嘅腸胃炎咧，你以為唔係流感，其實都值得去做一個快測咧，係去睇翻係感染咗邊一隻嘅病毒，因為呢啲好多嘅上呼吸道病毒都有一啲嘅腸嘅影響腸部，導致到一個即係譬如係輻射嘅情況。咁天氣咧好熱好熱嘅，近期都周圍全世界都唔應該咁熱嘅地方都變咗好熱啦，40度啦，歐洲啊咁樣。而咧香港咧過去一個月咁長嘅時間又好熱，跟住咧就好大雨。呢啲極端天氣會唔會都形成咧好多咧呢一個病毒啊或者細菌咧繁殖得好快？有咁樣嘅風險嘅，其實因為極端嘅病毒留意翻咧，就我諗除咗感染之後咧，其實一啲好炎熱嘅天氣就會有中暑嘅情況嚇。咁呢個都需要留意啦嚇。尤其是係講緊有長期病患嘅人士，咁中暑出現併發症嘅風險都大啦。咁另外咧就係一啲嘅極端天氣咧，亦都誘發到多啲機會有譬如病毒上呼吸道嘅感染啊、腸胃嘅感染啊、甚或乎係一啲嘅細菌嘅感染嚇。咁呢啲咧都要特別留意翻嚇。呢啲極端嘅天氣而導致嘅即係傳染病嘅風險。即係蚊都係啦，舊年就話機孔感壓熱嘅蚊啦、蚊患啦，今年呢？暫時嘅個案相對地少嘅，但係我哋一樣唔可以掉以輕心嚇，一定要可以係好重要係滅蚊啦嚇。咁因為其實每年夏季咧登革熱同埋機孔感壓熱嘅個案咧就會上升㗎啦。咁所以要留意翻就係盡量避免係除咗滅蚊之外啦，盡量避免係喺早上6點啊或者係黃昏嘅時候係外出啦。尤其是去一啲嘅蚊多嘅地方，去一啲譬如草叢嘅地方啊。另外就要如果真係要去呢啲地方行山，要着淺色長袖嘅衫、淺色嘅褲。咁呢啲係可以避免俾蚊咬咯。咁另外當然係一啲驅蚊劑啦，好有用啦。屋企當然要係盡量清理污水咯嚇。如果有露台嘅話，咁呢啲都係減低呢個嘅即係由蚊引致嘅傳染病嘅風險。因為我哋睇到咧過一段時間咧，你譬如講話即係呢個流感嘅感染咧，其實咧即係近期咧亦都係多咗嘅咁，同埋有小朋友都係感染。睇到咧就接種流感疫苗咧，如果話咧6歲6個月至到2歲嘅小朋友咧，仍然接種率都係喺30%以下嘅，即係相對係低。咁當然你返咗學咧就好啲，因為學校而家咧就有得接種啦。譬如6個月以上，即係2歲至到6歲嗰啲小朋友咧，接種率咧都多過50%啊咁樣樣。咁然後6歲至到即係12歲嗰啲又多啲，因為返咗學校要幫手接種啦。咁就去到70%幾啊。但係就係唯有6個月至到2歲啲小朋友仲係低㗎。咁而家你想打咧，又過期未有得打，要等到9月喎。咁啲家長係咪即係以後都要諗下點樣樣一有得俾小朋友接種，都係快啲去母嬰健康院打咗個針？冇錯，呢個好重要嚇。咁因為我哋每年都見到咧一啲幼童，尤其是6個月到2歲嘅幼童咧，出現一啲重症嘅個案。雖然相對地少，但係好嚴重嘅，因為講緊係有譬如腦炎嘅情況出現。咁所以咧，6個月打後嘅幼童咧，
其實父母應該盡量咧係盡快，當有流感疫苗係可以接種嘅時候，即係講緊9月份打好啦，就應該盡快母嬰健康院去幫佢哋接種。咁頭一次接種係要打2針嘅，留意翻呢樣嘢。咁另外咧亦都講緊2歲打上嘅兒童咧，其實都好重要嘅。因為佢哋接種咗，因為講2歲一路去到小學，講緊係12歲嘅學童咧，其實佢哋接種咗嘅時候咧，頭先我都講過咧，係可以減低佢喺學校感染嘅風險，從而咧係可以保護到屋企嘅長者嘅。咁所以佢哋接種都係好緊要。咁家長亦都應該盡快幫佢哋接種啦。咁好多選擇嘅，針劑亦都得，或者係噴鼻式嘅疫苗，2歲打後都可以用。咁噴鼻就好啲啦，即係個佢唔使咁驚啊，針啦，唔使喊。驚啦。其實都好多係好中意嘅，因為當係即係一個幾特別嘅即係接種方式咧，佢哋都幾中意嘅嚇。咁同埋亦都係嗰個有效期亦都比較長啲嘅。咁所以都值得係去考慮咧，係去即係學校咧係有一啲嘅譬如噴鼻式嘅疫苗去接種咧，其實都可以鼓勵到即係學童係去接種。Professor 孔教授，我哋網上有朋友咧就話咧，其實呢一個佢話流感疫苗咧就係2025至26年嗰啲疫苗咧，應該係嗰個係8月31號咧先至係到期，但係我哋睇翻就係而家嚟講，佢話未到期。你睇唔睇到？其實過期㗎啦，應該過咗期過期㗎啦。我哋流感嘅疫苗已經過期咁除非你話你係用南半球嘅疫苗咁南半球疫苗就未過期嘅，當然咁但係我哋香港冇南北半球嘅疫苗已經過期。即係我哋事實上孔教授當然佢非常之了解啦，因為亦都係疫苗委員會裏邊嘅其中一個教授嘅成員，你係裏邊嘅一個成員，你當然了解到佢之前係而家了解到。咁另外咧就話咧，長者同時注射新冠疫苗同埋流感疫苗得唔得咧？咁可以嘅，新冠同埋流感疫苗係可以同時間去接種嘅。我哋都話左流感右新冠咁啊嘛。係啦，以前左流右肺就係肺鏈。咁而家可以左流右新冠都得嘅。咁但係肺炎鏈球菌咧，嗰個肺炎鏈球菌對付嗰個疫苗咧，我哋可以點咧？即係都係要打嘅喎，係咪啊？你講緊係長者肺炎鏈球菌嗰個？肺炎鏈球菌都值得去打嘅。肺炎鏈球菌我講緊係去到肺鏈，我哋講緊係可以去到其實任何時間都打得嘅。咁而家有講緊20價嘅15價啦、20價啦，同埋嚟緊有21價嘅肺鏈都可以接種。咁但係嗰啲係，譬如你已經打咗一個打咗係幾多價，你就要再打多一針。其實一般嚟講，嗰個維持嘅時間可以10年嘅。咁所以如果你打咗15價加23價啦，23價就係polysaccharide 嘅疫苗啦。咁或者打咗一針嘅20價嘅疫苗咧，其實就維持到可以有10年都唔使打，10年都唔需要再打。咁但係長者嚟講係咪即係感染到肺炎鏈球菌都係會有時，如果你冇打針就會有機會感染到？係嘅，冇錯，係啦。尤其是感染流感之後咧，多咗風險係會感染呢個肺鏈嘅。咁所以長者或者高危人士咧都值得去接種呢個肺炎鏈球菌嘅疫苗。咁如果咧係同時又感染咗新冠，同時又感染埋流感，個嚴重程度有幾多？我哋都見到有呢啲個案嘅，雖然佔嘅比率係相對地少。咁呢一個咧，我哋見到其實個病情係相對地係真係嚴重啲嘅。咁通常嚟講咧，會係其中一個嘅病毒會係主要啲嘅。我哋見到唔同嘅，有陣時係新冠，有陣時係流感。咁我哋見到佢嗰個譬如發燒嘅時間啦，又或者係有即係一啲併發症嘅風險係相對地係會大一啲嘅。咁但係譬如入咗院嘅話咧，我哋都可以處方一啲抗病毒藥物俾佢，咁令到佢嗰個康復嘅時間咧係會快啲。
即係總之咧，就係大家都唔可以掉以輕心啦嚇，特別喺即係而家咁樣嘅情況之下啦。咁啊，想請問呢，就係現場嘅朋友有咩問題呢？想請教孔教授嘅，隨時咧請你發問嘅。而網上嘅朋友咧有問題呢，亦都可以咧就請大家咧就係提出你嘅問題咧，就可以話俾我哋聽嚇。現場朋友有冇問題想問孔教授啊？俾個咪呢位朋友啊，唔該。我想問你頭先講嗰個咩重組疫苗同 versus 呢個滅活疫苗。咁而家公立醫院幫人哋喺門診打嗰啲係乜嘢？而家公立醫院全部都係滅活嘅疫苗嘅，因為嗰個嘅重組疫苗咧係亦暫時要自費嘅，因為比較昂貴嚇。咁所以嗰個如果真係有啲高危人士想選擇去打嗰個重組疫苗咧，係可以自費或者有醫療券咧係可以接種嘅。即係要去私家要去私家先有嗰啲打㗎。係啦。哦 ，OK。如果唔係你去政府嗰啲有資助咧，就係滅活疫苗啦。其實都一樣係有效，都係非常之有效。一樣有效。但係嗰個研究顯示咧，就係重組疫苗嗰個效用係會再好啲嘅嚇，同埋嗰個尤其是喺長者方面嗰個效用會好啲。好啊。咁另外咧，我想問咧，嗰啲都自己新聞咧，冬季流感、夏季流感、季節性流感，其實3個 term 係咪即係流感咋？即係其實係冇分嘅係咪？冇嘅，冇分嘅。即係啱啱嗰段時間。係啦，冇錯，因為你見到而家咧，同以前都有啲出現唔同咗啦。個時間上，因為好多時候可能係夏季同冬季都重疊咗啦，出現嘅時間又同以前唔同咗啦。即係我頭先都講，以前一般嚟講，冬季就係講緊12月到3月，然後夏季咧講緊係6至6、7、8咁樣。咁而家都見到好多時候都唔係嗰個時間㗎啦。即係講緊譬如冬季，我哋見到譬如今年嚟講就係其實由舊年嘅講緊係8、9月份一路去到1月都仲有嘅嚇。咁然後跟住就2、3、4月反而冇爆發。咁然後跟住而家去到6、7、8月又有一個即係高峰咁樣，咁所以嗰個時間上都出現咗一啲改變嚇。咁你話會唔會隔一段時候會翻去以前嗰個咁樣嘅情況咧？咁就要睇一睇之後個情況會係點樣。即係而家好難講到底係冬季定夏季嘅，因為我哋而家咧，就算係聖誕節都可以好熱㗎嘛。係冇錯嚇，亦都有一啲極端嘅天氣出現。係各位朋友唔該。好，孔教授您好，我這邊是鳳凰衛視的，就想問您剛剛講到這個流感，現在是 H3病毒比較流行，是不是？現在我們流行的都是一個 H3 的病毒，是甲型的 H3 的病毒。哦，好，那想問問，就是您能不能解釋一下這個病毒，就相對於其他流感病毒，就它在傳染力啊，或者是就感染之後帶來的病症方面，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區別？是會更嚴重啊，或者怎麼樣嘛？然後用粵語講就可以，謝謝。一般來說，病毒的病徵都是一樣的嚇。基本上你感染流感啦，感染係新冠啦，或者係一啲上呼吸道病毒咧，頭先我都講過咧，個病徵方面咧其實好相似嘅嚇。咁尤其是早期嘅病徵係分唔到嘅。咁所以點解要用快測嘅方法咧？就係用快測咧，其實你就可以早啲知道自己係感染邊一個嘅病毒。咁尤其是講緊流感同埋新冠咧，因為呢兩個病毒咧，兩個感染咧，其實係有一個即係一個講緊係特別嘅抗病毒嘅藥物，係針對翻嗰個病毒。咁所以一啲高危人士，如果係透過新嗰個嘅快測係知道佢邊一個病毒係陽性嘅話咧，就可以去求醫，從而咧係可以盡快係得到適當嘅治療。即係話其實咧，無論你係流感啊好，無論係新冠又好，有時咧初發嘅時候嗰個病徵類似，所以你必須要經過快測，知道係邊樣，然後針對性就用嗰個針對流感或者係針對呢一個新冠嘅抗病毒藥物，就等個治療嘅效果比較好。冇錯。係，各位朋友唔該。係，剛才孔醫生你介紹嗰個 chart 咧，就 show 咗出嚟，即係所謂高峰期啊、季節啊，已經唔係一個重點嚟㗎啦，係嘛？即係已經幾時都有可能出現嘅，即係幾時都有可能出現。但係咧，其實你見到都會係大概流感啦，講緊都係每半年會有一個嘅即係週期嘅嚇。
嚇，因為個半年咧其實就等同於翻係頭先我講南北半球嘅情況嚇。咁因為當你北半球係夏季，好似而家嘅時候咧，南半球係冬季。咁所以南半球嘅時候咧，其實佢亦都有一個嘅流感嘅爆發，從而咧係會傳染上翻嚟北半球。咁所以你就變到有一個6個月嘅所謂週期。新冠嚟講咧，暫時見到就真係可能真係12個月度就會出現一個週期。但係好有可能就係 overlap 嘅，即係同一時期有2種新冠同埋流感都可以同一時期。可以嚇，譬如現在就係正係新冠同埋流感嚇 X3 流感同埋新冠同時間係一個高峰。唔該晒。咁即係話咧，當我哋好似而家咁遇到新冠同埋流感可以同時出現一個高峰期嘅時候咧，其實就係可以講係危險啲啦。咁就如果你冇打疫苗咧，就真係要好小心。冇錯，係啊。咁即係話咧，喺未嚟嘅呢一段假期嘅日子，因為已經放緊暑假啦，大家又諗緊去旅行啊各樣啦，咁真係唔可以掉以輕心。家長啊，或者屋企有老人家啊，大家都要小心啲。冇錯，係亦都要照顧得好啲。冇錯。咁食嘢咧，即係嗱，譬如我哋講話有腸病毒啊各樣啦，咁啊放假好中意帶小朋友去食下自助餐啊，諸如此類啊，咁應該注意啲咩咧？我諗喺食嘢方面留意翻啦，應該盡量係煮熟嘅食物先至好食啦，因為始終咧係個溫差嘅問題啦。有機會，譬如你講緊自助餐咧，一啲未煮熟嘅食物咧，嗰個有污染嘅情況係相對地大嘅。講緊係可能係病毒或者係細菌嘅污染啦。咁所以要留意翻呢一方面。咁盡量嘅食物咧，進食嘅食物都係煮熟咗，咁就會係比較安全。尤其是去旅行嘅時候都要注意翻呢一點。咁當佢出去旅行嘅時候咧，如果一出去嗰時好開心啊，冇乜事，係咪都應該自己帶備一啲藥物準備，以備不時之需？其實有用嘅，即係講緊譬如一啲退燒嘅藥物啦，一啲可能止屙嘅藥物啦，咁呢啲都會係即係以備不時之需，亦都係有用。幫到手，一旦真係嚴重嘅時候，喺當地就係一定要睇醫生。冇錯，如果嚴重嘅一定要睇醫生。即係出去玩嘅時候記得買定保險啦。咁我哋今日嘅時間咧，亦都差唔多㗎。大家如果仲有問題咧，歡迎咧就最後一個喺網上或者現場朋友提出。咁如果咧大家已經係即係已經想問嘅，亦都問咗啦。睇下有個問題喎。Would you recommend high-risk groups to take food？佢又問翻你係咪會？其實暫時我哋嘅研究顯示咧係1年打1次流感疫苗嘅啫。因為一啲嘅研究顯示咧，每半年打1次咧，其實個效用咧反而係會差咗。即係你唔使嘅流感就每1年打1次。1年打1次嘅啫。新冠就唔係啦。係啦，新冠咧就講緊係每半年。可以接種一個嘅加強劑。咁至於嚟緊，譬如會唔會有啲新嘅研究講緊重組疫苗會唔會半年打1次有效？咁呢個就唔知道。但係暫時講緊係滅活疫苗咧，其實係1年接種1次就足夠㗎啦。即係話總之流感咧你1年1次，新冠咧總之你係過去半年已經打咗針啦。年紀長者或者高危人士。或者身體弱嘅朋友，免疫系統咧失調嘅朋友咧，咁就要半年打個加強劑嚇。咁今日咧就仲有問題，好請。唔係肺鏈係10年先一次。10年一次，頭先講咗嚇。10年。但係你要有2劑。係啦。如果你講多次啊嘛。唔係，都係1劑嘅，因為如果你講緊係打緊係嗰個嘅 PCV 20價或者嚇。如果20價嘅話咧，就係1劑過嘅啫。如果15咧，就要2劑嘅，就15加23嘅嚇。因為佢唔夠闊咧，嗰個包括嗰個嘅血清型唔夠咧，佢就要打針嘅15，然後大概講緊係半年後咧，就打埋個23嘅。政府醫院咧都有嘅，政府醫院而家個建議係因為政府係打緊15嘅，咁所以政府就建議打15之後咧就打翻個23嘅。其實有嘅，不過可能個護士或者未必講得太清楚，或者咩15加23嘅。咁但係如果佢之前打咗15啦，咁跟住而家又過咗半年咯喎，
佢又唔記得去打，或者護士當時又冇再提醒啊，唔記得咗啦。咁而家可唔可以補打23㗎？過咗半年。可以嘅，可以嘅。係啊，即係話咧，你之前打15，未打23，而家可以補打23。有，仲有23打嘅。20就要自費啦，但係可以攞醫療券去打。20就一針過就自費，係。就去私家醫生度，你醫療券可以用到。嗯。咁好啊，今日仲有冇問題？大家趁孔教授喺度。咁如果大家冇問題咧，今日非常之多謝咧，就係孔繁毅教授㗎。孔繁毅教授咧就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好嘅，就係香港大學臨床醫學院內科學系講座教授同埋傳染病科主任嘅。多謝孔教授。多謝美姐 ，thank you。亦都咧多謝咧，就係我哋啦，香港賽馬會咧就係亦都係支持我哋呢一個咧，就係資訊素養公眾教育嘅項目。咁我哋好快又有另外一個議題，咁大家留意住咧，我哋網上咧公佈咧，又可以請大家咧嚟現場參加，或者喺網上參加。再一次係多謝孔繁毅教授嘅，多謝晒。 Thank you，多謝。